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國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。今日又要同大家分享好食的東西咯。今日的料理啊，聽講係一位原本係賣魚的媽媽做出來的喲。今樣板想要對好好的賣魚來做一道手工的醬菜呢。裡邊又有樣板感動的故事，我哋今日來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。馬上來歡迎我哋葉美嬌，美嬌姐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葉美嬌，呢部係魚係做手工泡菜。哇！歡迎美嬌姐來到節目裡邊，條都已經講嘅，唔係做一個手工嘅泡菜嘛。不過前面的時間，我也有同觀眾朋友講哦，原本係賣魚嘅錯麼？錯。唔係那就會賣魚啊？呢部係市場。哦，呢部係市場，睇佢賣魚啊？睇佢賣魚唔賣一久嘅時間啦。哦，23年。哦，22年過久嘅呢。係。美嬌姐，原本賣魚賣安長嘅時間啦，希望嘅人原本唔想講，我冇賣魚來推出來做一道嘅手工嘅泡菜，原本這個係興趣嘛，係擁有一個夢想。應該講係從起點是從台式泡菜開始，怪號做本身也是。然後也會分享，分享過程中有讀到閨蜜同我講，其實你可以做看到黃金泡菜啊，他就把他的武功秘籍給我，武功秘籍給我，我就開始自己慢慢玩，自己研究，然後就也是從分享開始，到人家說，你可以賣哦，然後就一直擴展市場，所以說在那種23年這個階段，我覺得也夠久了啦，有這個機會轉型的時候，根本沒有辦法多想，因為訂單就一直來，真的訂單就一直來，你就想說做。美嬌姐，你自己做一道泡菜啊，人家欣賞啊，同人家生人呢，可能對最美的品質，可能有樣板的要求嗎？至少我呈現出來的，而不一定是的，就是可以上架的水準。然後整個菜的處理過程，我比較堅持都是我。佢所講魚嘅負責前端頭前在處理的過程的品質，可能負責的好幾米，要吹去之前，對，好食，有媽媽的米絲，然後這樣可以吹去。對，評鑑後，像安尼個請教一下，一更加人頭前看到的有3根係你帶來的嘛？是，第一個係黃金泡菜，黃色的，對，第二個是水果韓式泡菜，它以素為主。我是為了真的吃全素的朋友來自己研發出來的。它的水果有帶蠻多種的，鳳梨、水梨、蘋果、百香果，還有帶梨漿。是。哇，嗰時一罐嘅成本冇少呢。我好像不計成本。對，我比較不計成本，因為如果要計成本的話，其實我在處理菜葉的話，像現在這季節的菜耗損很大。我還是會把它淘汰掉。我還是喜歡漂亮的菜，做出來我就是美美的，怎麼看都是漂亮，心情也美麗。是，包括黃金泡菜也是。唔單止好食，看起來也好看。對，是。你最迷關跟牆色的個蓋子的那個就是台式。台式的話，我會比較也是挑得很嚴格，外層的太綠的我都是淘汰掉的。我說講除了台式係用果粒脆之外，另外兩款係用拍脆嘛。對。人在統一的菜在選擇它原料的時候，像果粒脆啦，有平貼也係果山的，還講拍脆一定要有那種品種，你這樣可以做。拍脆來講的話，大白菜其實韓國的是最好的。韓國大白菜是最好的，你做酸白菜也很棒。其實我也有酸白菜，可是今天是真的沒有。大家東西太多帶不過來。對，然後我是自己用，就是那種像那種美食啦，這個自己玩自己能力可以做出的量啦。東西的話，都是手工切，是真的比較用心在挑選。跟一般可能工廠製造出來的，當然就會比較不一樣。一天的呀，這個蘇州的無相用，也給就會用這個來提點嘛。我說講，這是一推出一個產品，賣之前，你這個有想過講，這個個產品有樣板的精神，還有樣板的堅持，還是說有一個終止的目標在那邊？終止堅持可能就是當
你給我的武功秘籍，我不會去更改掉。可是我會去調整，因為食材是活的，有時候你要去玩它。大白菜也是，紅蘿蔔也是。其實黃金泡菜是全部以紅蘿蔔為主，跟一點蒜頭。那人家都說豆腐乳才會這個顏色，不是？然後豆腐乳只是調個好像我們炒菜調個鹽巴的那個提的個味。用點一些。真正的是紅蘿蔔。然後你最重要的是，你香油要用好的，醋也要用好的，不能去用那個化學醋。對，這個是我覺得我比較堅持的，超堅持的。按你講來發好嘅同唔堅持用嘅好嘅，竟然咧差別喺哪？會明顯嗎？明顯，它可以放少一點啊。但是它會，你吃了以後，你嘴巴就會很明顯的不舒服。這個是我的敏感度啦。所以我會比較堅持那個成本。尤其係講一般的人可能吃不出來，但係假使講有必高的話，吃得出來，你馬上都逼得出來。包括那個香油也是。因為有的香油是放了，我有跟出油給我們。對，油夠味就是出油給我的。對。真的就是有些會說不上來，可是它就是會有一股很厚重的油味。是，沒油膩哦。對啊，我的。好多人都跟我講，它有一種起司的味道，濃很香，其實就是來自於它的那個香油是芝麻香油，是比較特優的，所以它吃起來就會有那種起司的香。再講一點，就有點像那種，你看涼麵有沒有？涼麵呢？涼麵他們的靈魂也是在醬汁啊，都跟芝麻醬、麻醬。對，這個可能是我比較，我覺得我比較很堅持的。按你講好來，其實物件在人家對人家的品質按要求啊。故說講每一種菜它有生產給自己的規則嘛，所以你這些都是季節限定的。基本上這些應該都還算 OK。季節限定的話，其實之前有本來想要那個分享鳳梨豆醬醃薑，可是因為剛好季節7月半過後就已經薑就不大適合做了，就沒有。不過假使講唔可以做太量的話，其實可以囤風來買哈。產品都沒有放防腐劑，所以說事實上是不大適合的啊。是哦，我的所有東西都沒有防腐劑，所以說你在處理過程，其實你要它很小氣，但你要處理得很完美，然後封好，它就然後冰箱的那個冰度夠的話，它很耐放。其實佢嘅保存期限、保存的可以時間夠久，但係像頭到米條仔你講嘅從講賞味期，佢好食的米頭佢有1天的期限，沒錯。嗰個時候雖然講冇壞，但係米頭都唔錯嘅。你要懂得它比如說像這個黃金泡菜，你剛打開來吃它是屬於涼拌性質的啦，因為你的那個醬汁打好以後，菜處理乾淨，和在一起。其實你讓你大概是三天內你吃都很好吃。可是它就是沒有防腐劑，你接觸空氣以後，1個禮拜以後，搞不好你就會發覺它越來越酸，或者味道會有點變。其實你可以用煮鍋的，或煮麵鍋燒麵，或者還有一個做法，那個黃金泡菜燒肉卷餅超好吃的。都卷餅啊？卷餅對，而且這個真的我們也有跑市集的時候，其實我在之前我不會曝光我的很多東西，都是口耳相傳的啦。那今年開始比較有機會了，我就會去跟着市集，然後我就會跟着做黃金泡菜燒肉卷餅，超好吃的。我們那燒肉也是屬於溫體豬，自己那個。說那個就算是醃製的啦，自己去醃製。就等於說，除了原本做的產品之外，你現在開始接去研究講，它這個產品還有樣板附加的一些料理可以配合唄。哇，你前面其實也有談到米條在你分享講，像那個黃金泡菜，嘿，你家一個師傅幫你給武功秘籍出來。是武功秘籍。其實我還蠻幸運的。以我的年紀哈，要學會做安豆。你講涼拌醃製的東西都好不簡單啦，但是我比較有基礎的是，我煮出來本身也是，然後
我都是一些80歲的長輩，他們願意把武功秘籍給我，包括我們那個湯圓好了，其實我也沒有講到買過周延版嘞，那是因為以前賣年是給旁邊還有一個周延版的，一周餛飩又包水餃，可是雅延版的真的就是好吃，然後可是他剛好身體不舒服的時候，就沒辦法做了，一開始我喊我提攤數賣哦，一滴都卡做。過後真的就不行了，身體沒有辦法再負荷。但我就說，你同阿公，我就說，那你把武功秘籍給我好不好？他也願意耶，就搞武功把去做那我就開始再慢慢玩。正常來講，客家個客家湯圓是拍攝的，後來我自己又去做，因為剛好家人有種薑黃，種好多。我可能你就利用那個專做這個來創意，對，變做毛薑啊設生出來。因為煮起來黃黃的好漂亮，然後薑黃其實它是可以消脹氣的，有些人的腸胃吃多了糯米其實不好，你就加了以後，又再加上，主要它煮出來就是像黃金一樣很漂亮。觀眾朋友，原來米餃仔啊，其實搞個神山一條產品冇簡單。呀，順沙係傳承了的好手藝呢，不過嗰條好手藝都在說紅來係樣板呢，也係講地邊還有樣板的故事，唔好走開哦，隨便啥繼續來同大家分享。前面談的米餃仔吼，金樣板對伊個賣魚的客家媽媽來選擇做一條好食的醬菜，不過真是貴好食嗎？其實也有批到香香的米絲，都在米頭的樣板夾來送一下，順勢來搶米餃仔同人哋紹介一下，底部還有哪條匹配的米餃仔？前面有談分享的吼，堅持按呢品質做出來醬菜一定貴好食的，人哋泡菜來講，三罐底部推薦我先送過那些哪個匹配的呀？水果韓式泡菜好了。給一個成分糖紅了都可以講，看什麼水梨啦、百香托克索啦，要的哇，鳳梨，糖紅了都可以好食。還有百香果，但它全素的哦，它是真的全素的。實在，但係我批紅來，有水果香味，甚至還有是把辣椒的味道，來這位米線呢？是不是我的鼻子有問題？有辣椒是這樣，韓式粉也是辣椒粉，但它那個是素食的。給不你除了帶泡菜了之外，有帶飯嗎？帶飯，金沙飯，這個嗎？你有蠻講，因為天黑是下雨的時間，聞到的是辣椒的味道，是下雨不會過辣，其實它只有淡淡的刺激而已，不會過辣。但呢，給它酸味。真的好酸哦！可是那個酸又沒那種人用吃啦，也有一種雷蒙那種很刺激，它就是會一直刺激你分泌唾液的那種。古時候我就想講，真是貴茶飯，將也給泡菜啊、皮的泡飯來講，可以吃幾下碗呢。的確哈，這個是為那個完全吃素不吃蒜頭的人，我真的是一直算研究出來的嘛。不過其實按呢，你講。公標的按多的水果，其實它就只剩下是水果的香氣，就實在是沒有辦法分出哪一個水果是哪一個水果。真的哈，對，它弄得很融洽，對，它的比例要抓得很好。有不用桶嗎？任何那個都一定要放糖。我不會，我不放調和糖粉，我真的是用白砂糖粉。也係講本桶。還有本桶的話是像台式泡菜就用本桶哦，所以它看這種的話一定要用糖粉。它打出來的話，顏色包括它的濃稠度是不一樣的。剛開始吃得出來，就是真的很一種甜鹽呢，就是天然，就是幾乎沒有什麼化學加工的那一種的感覺。因為它有刺激，可是又不是嗆的那一種味道。貴好食呢啊！再來呢，還有再來應該是。季節性的那個檸檬嫩薑好了哈，薑哦，唔講有個檸檬加薑，炒薑，然後再加檸檬跟本桶，然後它這個產生出來的那種粉紅色花青素，
你講其鹽分都加上去加進去之後，滷味其實會變粉紅色。對。也可以水分的感覺，唔係用嘅色素或什麼那些的。不是。嘿喲，完全不是，是激發出來它薑本身就有粉紅色，而且你的檸檬的味道香香的，很像。少女的喜歡。真是的呢，真的。有薑的香味，還有檸檬嘅皮的這種精油的香氣。對。很解膩。也個好吃。也還貴茶飯，而且唔單像也個香港，這個很適合配乜個呀？sushi配壽司用。沒錯。好深哎。對啊，就純手工，然後自己一箱薑裡面都可以把它運用得淋漓盡致啦。唔過你叫啫，我請教一下哦，像一個其他個材料係紫薑嘛，人都知。只要係紫薑都可以來做一個檸檬薑嘛，還係講佢有限制講，人家個紫薑一天要那條個身體嘅，也係講佢個代謝重量有一天的規範。季節性的東西，反正以整個出來吧，有冇？把它每個部分都可以做不一樣的處理啦。檸檬薑片的話，大概是差不多8月份時嘅做是最好食。一般來講8月份出的農曆8月份嘛。7月份以前的話，係嫩腳做嘅醃薑過好食。你再過後輩一些的話，就粉薑了，又太老，又不見得好，又不好吃咯。又太辣的。所以古時候講睇，還是有它的季節性的那個。山體呢？山體佢那隻咩講？南投哎。南投。安尼物件咧，除了好人哋咧原料的品質之外，像一個三觀共用攏係泡菜啦，今日發酵的時間會唔會攏共用還是冇相同？其實這些都是屬於涼拌，我覺得是涼拌小菜啦，因為是醬汁打完以後，把我處理好的菜融結合在一起。黃金泡菜唔係2-3月色，我個滷味。韓式的話，水果韓式剛硬好吃的。剛硬按價個，炒飯要折成粥是唔出來呢？你講台式的話，沒係講2-3月色，我個都好。用慢慢有按呢差別咯，因為喺我印象底度有的泡菜適放來過好是將過滷味嘛，我哋提供佢發酵的時間可能過長過滷味，有的呢佢含有嗰種搶出來嗰種粗香味，菜味還很重。我覺得也可能係處理菜的過程。用板處理會不會一個某樣嘅菜味呢？而且我覺得每個時期的菜都不大一樣哦。如果說有時候我會觀望啦，有的個盤個泡個盤的話，其實我會用壓它，去讓它釋放掉它的那個菜生味。這個是我自己的做法啦。幾紅嘞？這個是有點也是這種小美感，就是因為我轉型也12年了，玩那麼久以後，我覺得說菜你真的要去了解它，然後你處理起來，做出來真的就是不一樣。這是我的感觸啊。可以試過那些人哋有個米餃子搞一個方式來試過那些黑妹真是安尼。除了頭都安尼是咧好食咧泡菜之外前面人哋還有講到。佢有感情的一個曙光的客家韓班的，人哋也來送過那些好嘛？用白講按有感情的，因為真是鐵牌堂都講，人哋咧種批落一批，將一個曙光，這個喺後面是傳播其他人，傳承下去，變成沒交件唔單槍係嚟做事的，有時把這種文化傳承的感覺哩。也是長輩願意給我他們的武功秘籍啦。顯示一個同，因為一個同，譬如來過香，你一個框框來，其實同一般的鹹鹽版的差唔多啊。框框來係食成個醬啦，個點影響，四方來咯。有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底部牙龜度皮薄薄嘅，冇像其他的嗰種鹹鹽版係喺變到皮的東西，皮的嗰度係是全部都係嗰種麵拌的嗰種米線，拌菜米線，就是美美的。你能有特別的處理嗎？是放在貴香呢？那個我都是買那個夾心肉整塊，然後處理，當然有啦。反正
這個只要願意下功夫，而且好在炒的過程你要真的很有耐心，炒到香。之後安尼食下去，我都食得到一個豬肉的香味，還有安尼客家靈魂味道又重。不錯，這個渣，這個掉這個渣，真是這個渣同人家買的米頭都有差別。還有失敗。胡椒粉的米西里，白胡椒粉。我還有多放了那個竹薑粉。竹薑這個吃不出來，但是它可以結合在裡面。加分吶。真是吃不出來啊。就只有那種胡椒的香氣跟那種辣度啊。对，竹薑粉也是我自己稍微帶一點進去啦。米哥仔，你那個皮啊，還沒有去去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採購，真是那個皮貴 Q 呢，經常是都按 Q 那種鹹鹽版的皮呢。我覺得這個又是經驗呢，你就是因為我們是自己買有機器打啦，你就沒有什麼照比例，但是一定要有班車、速車下去會打，然後再去慢慢的去試它的那個它的那個柔軟度。嗰種講嘅速車同嘅上嘅今日嘅比例來講，會差幾多嘛？差幾多。係哦，一時的速車都可以不了。沒有。這個對。你來保的時間啦，會不會講第一擺保可能比較難去掌握？就像前面講我剛開始真的不會保，包得好大顆哦。肉太多，毛肚皮太多，會有安尼嘛？對後面的話我會先用前置作業把那個肉先塑形好，一圈一圈的，然後再包的時候就很快了。還有要在縫色。對，所以說這樣子整個怎麼講？每顆的感覺都會差不多。米哥仔，你前面有講啊，大部分係你這個一個人喺工作室處理也都會出做也都會產品嘛。你這個喺生意呢，也係講你喺現場會同天數。會啊，他們在行銷部分在後面會不會行銷部分呢？對啊，後面都是他們在幫我在網路啦，還有官網在行銷的。他們顧在處理啊，都會時間。我在一個台這個17坪的舞台我可以慢慢的發揮到淋漓盡致。我不喜歡讓人家參與。安尼咧客家媽媽有一個阿婆幫妹，都有一個習慣。好，睇做下誒，也就會記下個王國它的領地，記得喺年中唔得青菜入來，同一個同家做唔得同。對，我可以慢慢的每個細節都用得很好，我都出得了貨。這個真的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啦。真是，因為我可以靜下來。觀眾朋友，沒想到真是吃到好吃的東西啊，心情就會改歡喜。就像吃到米糕仔今日按用心做出來的鹹鹽版呢，還係泡菜，也係滷的薑。不過等下還有幾多精彩故事，莫就可以試比賽，聽聽來，讓等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前面是喺米糕仔按用心做出來好吃的料理之後，其實我本來自己心關到底部也想到幾多的事情，就像假使講，人哋在做事情遇到挫折的時間，我有想到我不用去啦，唔會做安尼個情形，米糕仔會遇到安尼個情形冇？自己對一條對頭刀面做一條產品的過程啦，後續的過程，會唔會有曾經遇到過困難啊？有講挑戰，本上要放棄的一個念頭？困難其實一定都有可是我的那精神就是會還是硬的走突破，不會想放棄，因為有太多人也是很喜歡吃我做的東西，會給我自信心。有個最大的肯定都會講，這個做出來的東西有你喜歡吃，也係你自己的興趣，所以你就有這個動力繼續下去。沒錯。不過你做的過程之中，真是沒有失敗過。有失敗過的，一定失敗過幾多敗吼。對，從中學才會那個經驗，才會到現在呈現到這麼的
覺得每一瓶我自己看了都好喜歡哦。一天呢，我可以賣出去、推出去，一定都會作為你的一種人講的得意之作啦。對，最可以值得好推出去的。安尼除了安尼以外啊，在同人客嘅互動嘅時間，將人賣出去之後，尤其係一個客家含人班咧，會唔會有以前嘅人客試過一個以前嘅人做嘅，其適當嘅時間，佢會同講，做嘅味道同我以前萬年試過嘅做嘅，失敗嘅相同，唔過人家更加好是，會有安尼嘅情景嗎？應該講哈，我更加就是應該是我有升級版的啦。哦，所以說對於他們來講，我好像比以做嘅又更用心。就是講，香香有好吃，但它好像味道有點不一樣，但是那個不一樣是好吃，好吃的冇香香安尼。對，哦，他喜歡吃亞口味以後，真的就是一直都會來找我。每年冬至的時間，一聽就來請。馬上都會想到，係啊。安尼咪叫做你前面的時間也有講到，你算係個少去比較少去走一個實習的部分，要不然你有冇想到，行出去走一下實習？我覺得好的東西可能自己要有自信的分享出去了啦。然後也是給自己走出人怎麼講，跟人讓人家來更肯定。把自己曝光。增加一些互動啦，更加多一點的認識。其實默默的有很多貴人、店家，包括我們內埔的老街鍋燒。他黃金泡菜，他也是他幫我串起來的。哦，今年給面底不標的都很難都開啊。對，哦，然後也有包括那個我們合作的一些那種拉麵店，也是，他們都已經都合作十幾年了。他們都把我的這個東西真的帶得很好，還有一些五花馬也有。哎呦，厲害呢，你安排他們肯定啦，真的。你要不所以參加的事情係點呢？還你有嗎？發生過那個奇妙的事情嗎？我7月份的時候，那個國姓鄉有，因為外甥女是國姓鄉的人，一定給有咖啡節，咖啡節也是好每年都必辦的，他就有把我的東西帶到那邊去。大家真的是很驚豔。我算是那邊農產品來講的話。我銷售量還算是第一名的喲，因為他們是以咖啡為主啦，咖啡的話有咖啡他們的特定的都是當然比較前面啦，可是整體下來的話，我還是排第5名，不是講中人就會有自信了。六對後面是推廣到這邊去，講給人認識。對對對，你看有個人客吼，特別吃到一個好吃的好吃米，還繼續同聽也講特別想講來。你看，六隊看那些人用滿周子的有按呢嗎？有，當然有，不過是用網絡訂購比較多啦。唔可以當照過來，因為南投都一片個現實啦。好市民我有想講，除了去南投之外，還有去那度的地方，推廣一下這個好米線。會去那個衛武營的。衛武營的市集你從高雄地區、屏東地區嘅也附近的市集，你們都會先走。你眼面都講一件事情呢，從你哋泡出來可以常溫保存嗎？還是講一定會冰箱？我基本上會準備冰箱提嘅，然後保冰袋跟那個冰磚我都會準備好。讓買的人一定會有在他的那個保鮮的。那個回到家的時候都還是 OK 的。嗰種買你的東西，銀行會送一個保冰袋同冰磚。冰磚這是一定要的。哇塞，你的成本太高了吧？可是我可以把它就是走出就是人潮，讓人家知道說，原來我的泡菜也是那麼好吃的。哇塞，安尼他也是從買時間來多買幾罐的，搶買一罐，你都會附近送一堆冰磚。基本上我都會幫人家用好。哇，這個就是賣，對，用賣泡菜來講的話，你就一定要做到這些小細節。你其實看你工作聽人家分享啊，其實對一個工作來講，慢慢的都會改歡喜的心情，也改感恩嘛。你在過程之中，有特別要感謝乜人嗎？其實真的蠻感謝啦，改感謝一路可能就是把武功秘籍給我的長輩。包括因為他們都不在了，真的，
泡菜的也不在了，湯圓的也不在了。然後還有也教我們鳳梨豆漿的，這個我就不曉得他還在不在，但是台式的也不在，台式也是一個80多歲教我的。哇，其實台式泡菜它很多東西會做啦，可是也給阿婆搞他就是有他的做的方法。阿婆米絲，阿婆米絲，有薑，有白蘿蔔，這個一般甜蘿蔔可能夠少啦。呀，好彩今年有傳本，但都我覺得，你自家睇天數今年保存一個好的米絲呢？真啊，這樣子嗎？係呀，你有做出來，你有保存啊。嗰時候講嘅感覺，佢底邊唔單止係好的米絲，連同嘅人自家對一個食材嘅感情也包含在底邊。有，所以講，我會堅持去做。嗰時候人肩膀上面重量過重的，重的青菜改變個米絲，因為有一年我請一個米頭有冇，也就會嗌阿婆，也就慢個時間嗌吃多的米絲。可是都只是緣分啦，因為我們畢竟多才2億台州嘛，也不可能很產量很大，可是我是可以生產出應該不愛訂單，我是可以辦法有辦法到他們手上的。除了去一個實習的請人的個好食的泡菜之外，還有哪個地方可以請得到人的泡菜啦，也都行研班的？我們在那個 FB 有官網，就美椒黃金泡菜。這家去名路紅打個名的都會走出來。用美椒是自己的先生說，你就用你的美椒就好了。然後還有一個孩子的師母。他也是我人生中的貴人，他是一個國中的是老師，他們幫我在發揚我黃金泡菜的時候，給了我很大的助力啦。嗰度睇天數的啦，所以說他就說你就用美椒就好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，我以前是沒有牌子的，我就是做人家喜歡就分享。係啊，你這個在做，人家愛你本件的，然後也冇想到愛有一個。名嘅也係一種品牌的觀念，對，而且就要有8大營養，跟那個檢驗，那個還有最重要的還要保險，保食品的。你講好了，咪叫做人家嘅做出來的東西，唔單止好食，人家去本人檢驗還有保養，對，說個認真呢，同一般的工作是冇嘛相同，一般的可能還冇做到按要哦。沒錯。你講到一片啊，其實你覺得除了愛感恩和感謝之外，自家感受到講，在做一個工作之後，比起之前的這份工作，一個工作有改變唔嘛嘅模，也係講改變的其他人。我覺得真的是會把自己的格局再放大一點啦。在市場真的那個就是那個時段，為了照顧孩子，兼着做。就這樣子到一個段落了，然後現在範圍啦，可以生存，可以生發都好哎。你跳出來的話是把你的產品，你要真的是做到一種更有責任心，然後又很多，真的是因為都是網絡的，怎麼講，口耳相傳，還有機構，所以說這個責任心更大。你未來呢？自家對於一個品牌你自家生產的一條產品來講，你自家睇未來有樣板的規劃嗎？沒有。繼續保存做下去，保持做好，就是這樣。有規劃到講，做到某個時間會停下來退休，也係講有其他人愛請學，唔愛搞，有一個想法冇？有這個緣分的話，家裡的孩子都不接的時候，就傳承啦。有緣分的人，我會隨緣。愛學嘅人有某個條件嗎？我覺得會是酷呢。OK，剛剛我們就是因為有個客家嘅精神嘛，啱講嘅精神。真的會是酷呢，那個不是說因為要某窮，你去買一個品牌 copy 過來你就當老闆，不是，其實看是這樣子，可是你從批它的批貨，過程是很繁瑣的，所以我才會說一台冰箱，2台、5台變一個本庫，就是你越來就要越大了。不過我想講，也唔係講一定愛食苦啦，吼，但我更加講法係講，對一個要有熱情。對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冇唔錯，有熱情，
用個人辛苦，用把那在困難，也會想辦法去克服佢。像我每天一天要切100人給的菜哈。哇！我說我越切越開心呢，不會說覺得為什麼又要切菜了？不會，因為我把它分類的，我就是很舒服。哎呀，就很有興趣，有一個熱情在裡邊，你才可以樂在其中。哦，對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。哇，觀眾朋友，看到今本的故事，大家有乜個想法冇呢？一啲好食的東西，有人可以同佢保存下來，更加係講有一個熱情可以天數將一個好味道傳承下去哦。假使講日來到人哋女僕有一個想法的時，可以去尋一下人哋物件啫。聽佢嘅故事，試佢嘅泡菜，某一天啊，人哋對一個料對嘅好味是會有更加多嘅想法咯。今本日再一次感謝物件姐來分享俺感動嘅故事，帶來俺好食的料理哦。沒有，謝謝主持人，也感謝大家。如果有喜歡我的泡菜的話，就到 FB 搜尋美椒黃金泡菜有官網，可以上去訂購。好喲，安尼做到更加大家有個會酸軟麼呢？加個天燈先生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氣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。